影去无踪，予我请容，予我悲伤，予我怨叹在心中，害我将油问来找真帮，也是对袂着伊的行踪，是我误，是我苦，是我痴情又苦强。伊是风，是城，是爱流浪，要见面就在梦中。落车，我要载你回来看恁翁甲恁囝啦！啊！别紧啦！别紧啦！烦恼哦，大人啦，我有心要甲伊和解呢。啊，你真正我规个家庭拢看我食清的人，啊，你若甲我关起来哦，啊，我生活是要安怎？既然你若要和解，为啥要走？我无走啊，我是你约一个查某的啊。约一个查某？是啊。无你约一个查某是要创啥？要甲载转去啊。奇怪，你无缘无故要去约一个查某囡仔，啊，要人载转去？我看你一定有问题啊。是啊，我有问题啊。哈？不是我有问题啊。大人啊，这个查某的代志，迄你袂了解啦。当然是袂了解啊，这个人有问题啊，爱好好啊甲调查一下。你讲的什么话啊？你点点无人讲你下狗啦？我车去把你弄掉，我陪你就好啊嘛。对啊，你陪我啊。你开一个行情出来啊？行情就是6000啊。你讲的什么笑话啊？你当讲我车呢？头前慢慢起落落，安尼要6000哦，2000啦。保养场估计都6000，就是6000啊。我哪看来去收你2000块尔啦？6000啊，2000啦，6000啦。你弄一个冤种？无安怎啦，车歹去啦，人平安啦。加载，车顶车顶。哎呦，我讲到你这个人，啊，就是说老实对唔对？啊，你车开遐尼紧，啊，你向谁创啥？咱万一甲弄一个人闹震动哦，我会生活费哦，是要为哪来啦？不会啦，莫安尼啦，是咱唔对去共弄的呢。哎呦，这句话你若我较早讲。啊，你遮冲动啊！哎呦，先生啊，歹势了。要歹势啦，6000块你要赔啊？唔赔啦？2000来唔太啦。6000啦。知啦，对啦。哎呦，先生啊，莫生气啦，咱有话吼，会用的好我讲，从参详的，莫生气。阿呆啊，你既然甲人弄着车，啊赔就赔，你是咧甲人大声啥？啊，伊抢人，然后我赔2000，人开6000。啊，6000就6000嘛，谁甲你遐尔无注意？你若较小心的，唔就无这个代志，赔就赔啊。大人啦，啊这6000啦。先生啊，这6000块你算我买。好啦，对啦。哎对吼，既然要和解，你等这和解书顶悬签这名，先再转一下手印。谢谢。对啦，谢谢。以后你两个开车一定要较注意的，尤其是交通规则啊，一定要去遵守。无，咱的交通永远嘛是遐乱，永远嘛是无法度改进。对啦，警察先生讲的上有道理，会记的无？知啦。好，啊，我来等啊，多谢啊，多谢多谢你啊，莫讲安尼，谢谢先生啊，再见。阿坤啊，足歹势啊！阿呆啊，今日是咧歹势审判，车都已经歹去啊，啊你嘛已经赔过失礼啊，免歹势啦。无咯，刚刚一句失礼就好啊。迄台车是你的食饭碗呢。阿呆，这台车吼已经驶真久啊，应该吼这台车嘛要去保养啊咧。啊，有影，阿呆啊，趁即摆咱车咧保养这段时间咯，咱好好休困者。哎，啊你对我愈好，我心肝愈艰苦。
啊，我运动啊开车若较小心的，就袂发生这种代志啊。啊，这落发生哦，是家在大金盘赶到位，甲斗骹手呢。若无事哦，我毋知要偌年岁咧。啊，大金盘对我安尼遮尔好啊，我温情安尼叮叮塔塔，这我下摆行袂了咧。呀，来，大进步的做人吼，确实有影真好。啊，因人咧？讲人人教。来，便当，大金盘。我来啊！这你念名讲。阮知买便当要来互恁食。哦，大进步啊，歹势啦。啥物咧歹势？阮师就是啊，你当做家己个人，毋知买便当来。啊，你讲歹势，人当做外人啊？大进步啊，这好啦，莫对来坐气啦。你若无甲大金盘食只便当哦，伊是会生气哦。嘿啦，要是阿呆较了解我，伊讲安尼就无毋对啊啦。对啦，大金盘个性我上了解，真正你爱甲食，若无食哦，真正叫面请互你。大进步啊，既然恁若安尼讲吼，我就无客气啊。嘿，咱客气啊。小伟啊，来，紧来，大进步啊，买便当要互你食。大金盘。哎，乖啊乖，去食便当。啊，咱客气啊，真乖。有影啦，阿坤啊。咱讲实在，若讲这回吼，其实是阿呆甲你帮忙上济啦。伊为着要甲你斗找某吼，啊，毋才会去载文英，啊，毋才会去弄车发生这落代志。啥？找到文英？去给妈妈。爸爸，妈妈嘞。小玲，等你人咧无爽快咧发烧，你若咧爬起来啦。我就直接叫妈妈名。有影，阿呆啊，即摆文英人咧？人都佫叫走去啊。啥？爸爸，来找妈妈好不好？好。唉，看起来实在是足无写实的哈。一个家庭吼，若会发生不幸，完全都是为着误会所引起的。一大人误会拍歹感情，受罪的人都是囡仔。哎呦，实在是有影可怜大哟。有影，阿呆咧，你是伫倒位去撞着文英的？你莫急，我先问你一下吼，恁某有大姊小妹无？无咧。无。我载着迄个查囡仔吼，是甲恁某的相片啊，共款。我甲问哦，伊是毋是住南投？伊讲是啊。是毋是住上东？伊嘛讲是啊。是毋是住上东花园边？伊嘛讲嘿啊。结果伊讲伊名做文华。一定是伊故意用假名。我要来找。阿坤啊！哎呦，你莫着急啦！你即摆我来要去找恁某哪着？恁囝搁烧甲安尼，啊你敢会用甲等下无管哟？孙仔若是安尼去互恁某吼知影，伊嘛会无欢喜啊！你放心啦，你住厝会顾囡仔，啊找恁某的代志交互我大金婆来烦恼。无喏，大进步啊！你放心啦，牛婿从我吼稳妥当的啦。对啦，小玲啊，你就听大金婆的话吼，啊乖乖去眠床倒咧休困，啊大金婆来去找恁妈妈转来吼。大金盘，你唔好倒盆啊！袂啦，大金婆要哪会甲你骗？大哥哥，啊，大哥哥，啊，来，哎，归。啊，你好，无阮这就来找。哦，来，感谢你。莫讲这啦，行来去。啊，囡仔就顾好啊吼。这嘛。大金盘应当是最出的妈妈。你放心，真紧会当找到妈妈。使，啊，咱即下要去倒找？嘿，我看歹找啊，无车吼，逐项都足麻烦的。袂，一点仔嘛袂麻烦，我已经决定啊啦。对明仔载起吼，我就要租客停车来去开。哈？大金盘咧开计程车？系啊，阮师参阿呆吼，即摆已经去车人甲人指接安尼。哎呦，安尼哪会好啦？阿爸，你莫伫遐大惊小怪啦！人大金婆遐尔啊热心，啊，搁再讲开计程车有啥毋好？毋是毋好，我是袂放心。你咧袂放心啥？哎呦，你就知影，即马交通遐乱哦，万一若出代志，看咱怎呢？
袂啦，阮师出马，咱嘛特动。有代志的是你啦，阮师袂放心，毋知叫我来看你。是啊，嘿啊，你师还佫对我真好，要交代什么代志？有啊，伊讲哦，叫你爱好啊静养啦，啊莫安尼乌白想乌白想，变会较好啦。伊拢关心我啊。阿爸，你是想去倒啊啦？人大进步遐尔啊热心，伊对大家拢嘛足关心的。阮安怎讲？我即摆一定要表现去。阿爸，你身体还袂好，唔通搁白来啦。好啊，你好。我土堂啊，我麻烦你一好。什么代志？听讲阿呆车甲人收拢是哦。安尼吼，迄赔人迄条钱安尼啦，甲大金婆讲我来负责啦。这要哪会用咧？啊，若无用哩，我甲恁斗阵来找人啊。像你安尼是要哪去找人？阮师叫你好啊静养，你就好啊静养，听阮师话无毋对啦。安尼哦。有啊。我昨个甲伊讲，今仔日要载伊出来找人，还是走去倒啦？透早就出门啊啦。啊，你敢知影伊要去倒？去找文英啊。哦，有哪要去找文英啊？啊，伊就甲你共款，真热心，定着讲要找文英啊，1分钟啊，厝内面都带袂掉。真好，咱来找，开车开车。行啦行啦。找人找啊久哦，我遮喙干，咱啉一下凉的吼。休困一下吼。好给你，有份凉的。好。多谢哈，谢谢。哦。哦，这凉的。小玉啊，恁爸讲起真正慷慨，讲买车，随买车，互咱去找人，赞。我感觉阮阿爸吼，自拄着大进步了后，规个个性拢改变了呢。真正从阮师做伙会改变个性。啊，我哪会袂？我从阮师遐尼久啊，我个性哪会拢袂改？而且从阮师的个性吼，共款呢。你无共啦，你是自细汉大进步，甲你请大汉，当然嘛先大进步啊。啊，阮阿爸，伊名叫慷慨，其实吼，伊足欠的哦。伊是拄着大进步了后，毋知变啊遮尔啊慷慨，而且佫真关心这个社会呢。啊，我知影，一定叫阮师感动，才会变安尼。应该是安尼啦。我嘛安尼想啊。好啊啦，咱找人较要紧啦，行。好，行。好，来。多谢。文英对无？对啊。啊，讲伫这条街啊，规条街已经找到安尼遐尔啊透啊，连看到文英的人影都无，你是会记唔着啊袂啦？无唔对啦，明明我伫遮啦。这是伫遮在。嘿啦。哎呦，这个文英心肝嘛真雄嘞，迄两个遐尼古水的囡仔安尼等下做会行，安尼等下落心。哎，我听阿坤阿讲吼，因这翁仔某啊是误会才来产生安尼问题呢。哈？误会？哈哈。我看无遐单纯啦，若是干那误会，人迄冤家家冤，咱会做煞咧，对无？哪有讲心肝遐雄安尼两个囡仔等下啊做会离家出走？这个我嘛唔知。唉，文英啊文英，你即马到底是伫咧倒位？红衫滚头嘛比过咧，可爱小阿娘今年是几岁？请问阿娘啊，唔知嫁翁也陪。出去，这是甲死出去！阿坤啊，像这样查某，早来甲赶出去啊啦！阿坤，我回头。
你莫看我出去，我不。结找你男朋友啦！男朋友，我无男朋友啊！以后搁要辩解，你搁敢讲你无男朋友？那我问你，逐工来找你，买物件送你，迄个查甫人，迄什么人啊？迄敢是你男朋友？你还搁辩解什么？不是，阿公，恁听我解释，伊唔是我男朋友，伊只不过是对我一个骗人而已啊！你会变啦？以后搁要坐，别讲坐，甲死出去，这是甲死出去！妈妈，小明，快！他说你若讲我错，小美甲小丽伊是要安怎？因当然嘛是对我。你看我这，出去！你今日以后啥物甲伊照顾？哦，你以为讲刚才你好头头照顾，我嘛好头头照顾，伊嘛好头头照顾，你甲死出去啦！你莫讲我错，爸爸，你莫讲我嘛错吧？你别啰嗦，放弃！小丽，出去！叫你出去！出去啦！安怎？小丽啊，小丽，你会不会很笑？你想哪边对他？为什么？啊？为什么？你家己想啊，是你家做唔对啊！我无做唔对，我无男朋友。你甲出去啊！开始，让我开始。是要干些什么？请你们。美英，老早，总经理，老早，你如果叫我总经理，我敢毋是甲你讲过，叫我面镜就好啊。这是公司，公司就要公平啊。来，坐。你即马若要叫我管事，刚讲等阮结婚了，你嘛是叫我总经理走。我敢有讲要嫁互你？喂，你后悔是？后悔？我不跟你结婚，也不跟你订婚，我是要后悔啥物？喂，你敢毋是答应讲要跟我结婚的啊？这件代志，我都要搁好好考虑考虑。啊，你搁要考虑者？喂，你有搁创气话呢？好啊啦，即摆是上班时间呢。来，这是新加坡的市场调查表。文，我是吼，你还好做手，我是毋知安怎感谢你。你莫定定讲遐尼啊甜的话，紧去开会。哦，对，文啊，中午咱斗阵食饭哦，唔通袂记哦。我来早。安尼我有精神头壳找人啊！透当的，咱即摆已经找遮久啊，搁无消息要安怎？我无论如何要全部囡仔找着。啊，愈来愈形象你啊呢。透当的，咱继续来找啦。特动。透当，弄着人啊啦！啊，即摆要安怎？咱去路车甲人回失嘞。好，我用特动啊！
真情红衫滚头嘛比过日，可爱小阿娘今年是几岁？请问阿娘啊，不知家翁也陪。豆豆，弄着人啊啦！啊，即摆要安怎？咱去路车甲人回失嘞。好，我又倒动啊！我你车啥啥你啊？失礼啦，失礼啦！我知影我咧人失礼啊，失礼。你来啦，四尾，师，西伫青山哪来啦？西，哦，你是安怎？目睭藏伫那地啊笑，看伫倒退车，你来我来甲人弄，哦，你的技术大成好安怎？啊，透早就找无人，你是走去倒？啊，我着参手摇找文英啊。哦，你有哪去找文英啊？哈哈，我甲阿呆斗阵开客停车咧找文英啊。啊，你有哪学我开客停车？啊，你客停车对倒来，是去共偷看的是？师，我无啦。不是啦，大新婆啊，这台车是阮阿爸交代我背后套动开的啦。啊，恁老爸要互伊开的啊？哦，恁老爸慷慨，佫真是有影真慷慨安怎？哈哈哈！啊，你真听慷慨的话吼，我问你咧，你是我的徒弟，还是伊的徒弟？师，我当然是你的徒弟啊。我的徒弟也是同款啦，甲我弄歹车，照常爱赔。爱赔哦。师，我无钱啦。无钱嘛爱赔。点点啦，照无来，车拢歹生生爱赔，无钱无要紧，我先甲你出，才扣薪水。啊，靠薪水哦。我只车又搁倒动啊，唔知要到甲民国几年啊。无法度啦。大金宝甲特动啊，因一家人辛辛苦苦来找找着陈文英，是为着要挽救阿坤啊因一家人的幸福。谁知影文英上死命见，正伫咧追求着文英，而且深深来打动了文英的心。大金宝有甚物款的办法，他来处理这件代志呢？敬请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准时来甲阮收看大金宝。大金宝串江湖。想当时的海边，使人头醉，有情话有笑声，糖甘蜜甜。你讲要保持一个经典，为何你先来断情丝？啊，伤心的珠泪，伤心的珠泪滴落海水，激动的波浪，激动的波浪替我抗议，你无情。